好啦，喂，老板来了。老师了啦。人力北吗？你五十啊？不会加吧？老兵一般喜不乖啊。来，你有看电话？咱录的，我播给你 YouTube 的电话啊。不应该不是。来，你看这小没？是啊。地貌的改变与平衡，地貌的改变甲平衡。伊个意思，咱个表面看到关山，会看到水山谷，这种地势是伊是安怎形成的？咱用简单话来介绍。好，咱有两种形容造成这个物件，这种是外部的、外口的。外口的地方，就是咱的水、空气。咱的水、空气会形成这四种物件。这四种物件内有三种是水造成的，对无？冰川、流水、海涌，还有一种是空气造成的。所以咱地球表面因为有水甲空气，你看迄个阿姆斯壮登月讲，伊大卵液卡口，它踩下去的那个小鹰到现在还留着，是安怎样呢？因为地球顶管无啥物，无这水甲空气这个物件，所以伊的卡口卡里袂去互烧掉，所以这个力量会甲咱吐出来所在挖白。你今仔去草场搭一个卡口，明仔载可能就无啊，风吹一个刷卡就无啊。好，这是外口的力量。来，另外内部的力量。有啊，对不对？伊这四个力量吼，第一是咱讲风化气质翻译成绩，这是咱所来介绍。下骹这两种是内部的力量、内部的力量。咱知道咱地球形成就是一个岩浆球，咱外口无啥物闭壳，咱经过足久的时间，它冷却变。薄薄来一层哦，比一粒两个就是较搁较薄的闭壳哦。咱这个薄薄的闭壳内底搁存在足多氧球，这氧球内底翻腾比较分解，所以伊走的力量吼形成，所以火山啊、地动啊，这个拢是内部的力量。这种内部的力量会互咱的地势变甲较无平，外口会较抹平。45亿年来，45亿年来，就是这个内部的力量甲外口的力量，一直我也无较赢，你也无较输，就伫遐两边咧车拼，所以造成咱即摆表面有关山、有流水、有清风，这种足多地势。这伊甲你整理甲，外口的咱若叫外因力。咱的外因力虽然讲有水有风，但是伊主要的动的力量拢是太阳来的，太阳能啊。知影无？伊甲太阳能转换热动能。内部就我讲的阳极的流动，迄就是咱的迄个内部驱动的能力，就是这。咱下一章会讲到这。咱
这一章主要讲外部的力量，下一章会讲内部的力量。外部的这4种，这4种力量：风化侵蚀、搬运沉积、风化侵蚀、搬运冰结。你把这较独立出来，因为这甲迄三个较无共。这三个是一贯作业。你侵蚀就把物件挂落来，挂来了，伊是为了把油碎屑，就安怎，就甲刷位搬运，搬到无所谓搬，就安怎放落，放下，好，放下它，就变成沉积作用。这个乱讲的4种外力：流水、风、冰川、海浪，它会产生这4种的作用，风化侵蚀、搬运沉积。这个有我们这一章要讲的重点，然后变成各式各样的地貌。好，咱首先来讲这个风化。风化是啥物意思嘛？风化就是咱甲盐石一粒大石头，互伊放做变中的，搁放做变细，一直放，会变做沙。上尾放做啥？风化作用的最终产物。来，这个土壤土就是风化作用最终产物，所以咱讲水土保持足重要。你想看嘛？一粒大石头。变安尼放开，变中的变细变沙，尾变做土，爱偌久的时间？应该足久吼，可能爱几万年、几十万年。但是咱有可能一个大雨，就甲伊拢安怎，拢冲入海里。你爱有土海生植物出来啊，还可以耕作啊。你冲来冲走，土冲走，下骹佫是啥物？下骹佫是石头啊，佫顶来一摆，再重新风化一次，又要好几万年的时间。所以水土保持就是讲，咱把这孕育出来的土，咱甲保持好好。当然啦，你爱种树啊、树根，会甲这土调啊。这个是水土保持的重要。而且卖放开，你有讲过，你用它热胀冷缩嘛，对吧？热胀冷缩很多例子嘛，原始也会热胀冷缩嘛，寒假、暑假也会热胀冷缩嘛，所以寒假、暑假比较长，寒假比较短。举个还热胀冷缩的原理，我在聊到疑问说，为什么寒假2个月，暑假只有1个月？它热胀冷缩啊，是吗？有的所在有的所在，伊日时的时阵温度是0度以上，来暗时会降为0度以下。你读中国地理拢有读过，早餐皮袄午餐3个就到了尤其是大陆气候，它那个日夜温差很大。所以话你是的时阵伊是水是不是迄露水是啥后面给底伫咧石头旁石头缝？你底伫咧石头旁暗时0度以下会结冰对无？水结冰的体积的膨胀膨起来对无？膨起来迄个旁会互伊筋大对无？筋大筋在是毋是会当滴愈多水？到下暗佫筋大，安尼一工过一工，因为有一工这石头拢快，互水变冰安尼真快。刚我讲的这个项目叫做物理风化。物理风化发生伫咧较寒、较大的所在。另外佫有一种咱叫化学风化，这嘛物理风化。伫迄个金正位石头旁，伊会当正化。你有看过新道
红砖道的挂着，迄个当初是种迄种树仔的人吼，袂晓紧树啊，伊迄紧了树紧铺伫迄路面的，安尼红砖拢会歹。啊，红砖红头拢种会过，石头啊照样种，啊种过石头就放掉，这生物作用，不要生物作用，生物的风化作用上厉害，是对于种生物。咱人类把山里面买一点炸药崩落，一瞬间就怎样完成风化？用炸药炸弹也是风化啊，对吧？啊，而且最厉害。和阿这化学风化，空气中的氧气甲土内底含铁质的岩石。可以被氧化铁，被氧化铁怎样啊？生铀啊，石头会生铀呢，石头会生锈啊，真的，它崩解就变成红土，红土就是这样来的，生锈的，岩石里面生锈的氧化铁。好，这叫做风化作用啊，风化作用。来，咱下较看，另外，侵蚀翻译沉积，我讲这是一贯作业。所以这三个你甲整个连续作用，侵蚀就是咱甲迄岩石沙泥吼，咱甲敲落来，把它原处剥离之后啊，甲迄个产物吼移到他处，叫做翻译作用。上尾啊，搬袂去啊，就甲黑落，甲它黑落，通常堆积伫平原、湖泊啊、海底。所以那个沉积作用最终就是海洋，沉积物最终的。再来讲河流是侵蚀作用最主要的因素。流水日夜不停的流，像迄雕刻刀，安尼把河谷一直切。所以伊是侵蚀上重要的。来。咱看顶游，一条河分做顶游、中游、下游、上游、中游、下游。顶游的速度较紧，所以以侵蚀作用为主；河的上游侵蚀作用为主。所以位下较切落向下侵蚀的作用总会变，所以会变做微型，演变做微型。太鲁阁峡谷等于说有名的微型，所以河流侵蚀形成的是微型，咱下骹会讲到冰川，冰川是 U 型，有几甲 U 二角，这两个英文是五二角，所以伊顶游的河层顶管拢是有棱有角是有角的迄种奇奇怪怪的迄个，因为伊个对山啊。挂落来，所以规粒石头绑落来，安尼扣落来，安尼敲落来，所以规个有棱有角，都大粒的，这是伊的沉积物嘛，大粒，这微型。到中游下游啊，伊的迄个石头经过足长的，因为遐咧冲安尼练所以伊咧起角拢有磨伊啊，安尼练安尼磨，所以伊就变做一条安尼圆滚滚的，这个是啥？鹅卵石。所以中下游伊拢沉积物鹅卵石，当然，比讲大细了伊无突然间大了变细了，伊这是愈来愈细了，愈来愈细了，分在巨大砾石变成大颗鹅卵石、中颗鹅卵石、小颗鹅卵石，然后会变成细沙，就会土壤。所以出海口拢做水做肥沃的三角洲，无你读地你拢读过，就是安尼来的。因为你有一个概念流动的速度愈紧，伊的沉积物它沉积物会愈大粒，伊的速度若愈慢。伊的沉积物就愈细粒，所以一条河
速度上紧的是伫顶游，来中游，上歹是下游。所以伊的丁种大细粒，从位上大粒到中的到细，这是伊的作用所以这鹅卵石甲沙，这是中下游的合成。所以到下游的时阵，花伊的速度介慢，连上细粒的沙甲土拢载袂动，拢搬袂动所以会迄个放乱。所以伊的河流下游的冲积平原，甲出海口的三角洲，拢定定是做北坡的，因为土沙拢伫遐。你讲咧大量石头，鹅卵石是要种啥物无物件无当种，但是你若土沙到下游，迄个平原会当耕作。所以下游的出海口，这个出海口，它基于以泥沙为主好，咱今先讲到这。